歡迎大家嚟到天匯財經 Make Up 咁今日咧同大家去學習一下我哋嘅 RSI 指標。咁呢個 RSI 指標咧係一個相對強弱指標。咁最早咧係被應用於一啲期貨嘅買賣嘅。咁後嚟啦，人們發現咗喺眾多嘅一啲圖表分析當中咧，強弱指標嘅理論同埋實踐咧，極其咁適用於一啲股票市場嘅一個短線投資。咁於是乎咧，就都攞嚟備用於呢一個股票升跌嘅一個測量同埋分析當中啦。咁 RSI 嘅原理咧好簡單嘅，就係用一啲數字計算嘅方法咧去求出買賣雙方嘅一個力量對比。咁咧係一個一定時期內啦上升同埋下跌幅度之和嘅一個比率曲線。咁亦都係比較好咁可以反映出市場咧係一定時間內嘅一個景氣程度。咁當呢一個價格經歷大升或者大跌，有可能進入超買狀態嘅時候咧，呢一個時候咧市場價格咧好有機會出現反轉，自動咧調整成為一個正常嘅狀態。咁首先我哋睇翻 RSI 指標一般嘅一個研判係點樣嘅咧？首先佢取值嘅範圍咧，通常嚟講我哋會攞0到100嘅。咁假如話 N 越細咧，呢一個嘅 RSI 曲線咧波動嘅幅度咧就會大。N 越大嘅話咧，曲線越嚟越平緩，波動幅度咧亦都係比較細嘅。咁佢代表嘅咧係一個超買超賣嘅信號啦。咁根據 RSI 佢嘅一個取值，咁我哋將佢分為一個超買區、超賣區同埋呢一個震盪區。咁我哋咧一般而言咧，20以下咧會係視為係一個啦超賣區，80以上咧我哋會視為一個超買區。咁中間咧係一個震盪嘅區域。咁同時啦，佢係一個多空力量嘅對比啦。60以上代表呢一個嘅時候咧，多頭嘅一個力量咧係比較強勁嘅。40以下咧，代表呢一個時候咧為一個空頭趨勢。呢個時候咧空頭力量咧會比較強勁。咁假如話喺中線中軸呢一個50附近嘅話咧，代表多空雙方嘅力量咧比較為之係均衡。咁我哋亦都可以啦，攞我哋嘅一個案例嚟睇一睇嘅。咁譬如話我哋恒生指數咁啦，咁我哋睇個圖咧就可以睇得出噶啦。嚟到呢一啲嘅80以上嘅位置咧，出現咗一個嘅超買嘅一個情況。咁亦都見到啦。到我呢階段，往往咧會出現一個嘅超買調整嘅一個情況。咁對應咧個股市亦都係有一定嘅調整會出現到嘅。咁同樣啦，下方呢一啲嘅超賣區，同樣我哋都可以見到，喺一啲嘅超賣嘅時候咧，都係會出現一個反彈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。